台湾呐。 我感觉迄个台湾母语的是十分中健，有真侪人对语言的这个单面，也是讲对迄个文学书写的单面，拢在努力。这个努力有语言学的课题，有文学课题。这款的物件变讲对咱来讲是一个可能真漫长的、真长的一个路程。爱去克服足侪困难。 互相去勉励，互相去体谅、了解互相的困难，去相帮助，可能靠我都去开创一个较新的一个境界。第一自己的是台湾米，我喊嘛叫你，我的喊叫做埋话个字，讲完阿里后早的 ABCDE，自己嘅法无办法。